This call is now being recorded. 我的巴哈盖嘎古，它有分现在、过去、未来吗？没有进行式的话就一种，所以它也只能用 imadini。我的巴哈盖嘎古 imadini。对，我现在一直很快乐。我现在一直很快乐。然后马里巴哈盖都嘎古，伊那基拉，我昨天。他是马里巴哈盖后，我昨天马里巴哈盖后还在的意思。我昨天还在快乐。快乐，对。好奇怪呀。那你也可能要用那个啦，从过去的时间到现在的时间这样子。nanu 有没有 ？nanu 马里巴哈盖后。nanu 马里巴哈。不是，就是我们一样啊。我们现在写的哈词除了还要用动词在写马里巴哈盖后。马里巴哈盖都后。没有，你现在要讲哪一个？这个哈。中间那个。中间。马里巴哈盖都吉娜都罗米阿米阿，妈妈每天都很快乐。中间你说的中间是哪一个？这个。完成式吗？对，完成式的中间，马里巴哈盖都吉娜都罗米阿米阿。时间不对。过去完成式。过去的完成式你就用那个了。我还以为是随便挑一个那个时态。我们就7个哈，7个，然后从那个简单这样1、2、3、4，然后完成式5、6、7这样子。所以按照上面那个现在、过去、未来，现在我在中间的话是过去嘛哈。过去完成式。马里巴哈盖都吉娜，伊那吉拉，妈妈上次。但是妈妈昨天。已经点了，对不对？已经很快乐，这样吗？已经快乐了，对不对？已经快乐，我很喜欢加很快乐，加那个很。因为我们其实是被那个妈影响了。对。所以那时间的话，我们可以讲说，2个小时啦，已经快乐了2个小时这样子。达杜基安这样。然后第3句，最后一句。妈妈里巴哈多吉伊娜，沙发有这样子讲。不会。是后天。如果你用沙发，它的这个时间的表示的话，应该是未来简单式。所以可以吗？比较不好。要确定，要明确。可能用那个也要，就是因为那个未来完成式就是说，我举一个例子我们现在是7点多嘛，然后我们现在晚上7点40多分，然后我们晚上10点，我会比如说 skin 好了，skin 是 咪 型的，妈妈10点好了啦，睡觉好了，12点我妈妈10点多，我妈妈10点多嘎咕，伊阿要喏，12点，就是我12点前会睡觉，将会睡觉。那意思就是说你看我们现在是7点7点，那如果有可能8点睡觉、9点睡觉、10点睡觉、11点睡觉，反正我会在12点前伊阿要喏呀，12点
我不要讲出十来，12二点拉点才菲拉菲，还要努12点，这个就是未来完成式。那个乌妈妈林啊妈妈你把它我用那个好了，用刚刚那个是不好那个用那个未来，也是可以啦，我们勉强嘛。勉强，umamali pahaktu ci ina iayaw no 找一个时间，你还要努现在几点？7点，哎你还要努西瓦我都给，都也可以啊，就是8点前，所以这个8点就是等一下的8点，对，不是昨天的8点，九点，对，所以只要你在 Mamali pahakto chihina i ayaw no follow tutuki，这样可以吧？可以，ayaw no follow tuki 这样，如果我把这个时间放在，如果我们现在讲这个一样的那个形容词放在那个未来简单式哈，我妈妈付掉几亿那你有没有度了哈？我妈妈付掉几亿那阿努哦，用阿努嘛，未来的阿努希瓦杜基是什么意思？希望未来的时间嘛，就是9点，晚上9点。他9点还没到是不会睡哦，是到9点才睡哦。所以他跟那个未来完成是不一样，未来完成是以阿要努希望我妈妈付掉肚脐那也阿要努希望，所以他可以，也就是说9点前任何一个时间都可以睡。可是那个未来简单式是，我妈妈付掉肚脐那阿努希望肚脐，就是说他将要睡觉，9点的时候他将要睡觉，因为我知道他9点前没有到，他不会睡。他9点才会睡，那个意思，了解，那个还是有差别了。对，好，了解。那个夏兰姐，因为你刚刚好像有 po 嘛，然后你的那个字不见了啦，那我们选一个就好了哈，选一个词根，然后用念的，这样比较快，因为我们刚刚浪费蛮多时间的，讲来是不好。老师，上面好像不用加时间练习，上面的步骤好像不用加时间，只要那个加，就是那个好，那这样更简单。对，好 ，OK， 好。那我如果是，我如果这样写的话哈，Mabalios anini kuremiat pahanhan i luma， 可以这样子吗？pahanhan i luma， kami。那个秀兰姐，我们现在我们简单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只要这样子这样就会很快。就是妈这个词，比如说现在简单式你说Mabalios Mabalios anini kuremiat Mabalios kuremiat 就是这样就好了。好 ，Mabalios kuremiat。对，我们时间就先省略。比如说天气刮风刮台风，对不对？这个是，然后天气刮台风对，天气嘛，或者是说对啊，天气刮台风这样就好了。时间就不要了，我们刚刚都有讲时间，就太麻烦了。那把中文讲出来，这样就好了。今天台风天，还可以讲说在家里，或者是Mabalios kuremiat 对，加主词就好了。Mabalios kuremiat pahanhan i luma kami 可以吗？我们在家里在家里修我的意思是不用那么长，现在只要练习时态就好了。那个苏贤有提醒我，就是我们练习时态就好了。对，时态就是说就时间就不用了。我们只要对，我们叫就是说妈妈安姑妈安这样就好了。Mabalios kuremiat
或者是妈扎黑鸡伊那，这样就好了。妈妈肚子饿，这样。哦，然后后面都一样。那我们就要练习时态就好了。哦，所以那个词根都一样，7个词根都用一样的。我还没有做。然后你念念看哦，你用什么词根 ？Mafalius 嘛哦。嗨。那你的主词就要用 Mafalius Gurmiat。就是天气刮台风嘛。嗯。好，那第二个过去简单式。Namavalios Gurmiat。然后嘞，Namavalios 天 Gurmiat。气慢慢。台风啊，天气变了。Namavalios Gurmiat。嗨。那个呢？什么？过去Namavalios 中文嘛，中文。哦。Mafalius Gurmiat 中文嘛，中文。曾经台风。天气曾经台风嘛。台风，嘿。对对对。那未来简单式呢？Mafalios Gurmiat anini。好，时间就不用了哈。啊。中文。哦，将要台风，将要啊，天气将要转变啊，将要台风。对对对，就这样。好，第4个。Mafalios 哎，不能讲晒哈。Mafalios Gurmiat anini。台风啊，天气台风天嘛，一直是台风天，是吗？可以这样子。你就很简单，你前面怎么翻，你就后面怎么翻，只要时态变就好了。嗯。天气一直刮台风，这样就好了。天气一直刮台风哦。对啊，对啊。Mafalios Gurmiat。台风已经台风了。哦，啊？不是哦。不是哦，已经台风了。天气，然后呢？Mafalios 是什么？哦。还在台风。对，天气还在刮台风，还在刮台风。对。哦。Mafalios Gurmiat。哎，第二那个过去完成式还没讲，过去完成这个过去这个后刚刚有讲过啦。你刚刚是讲这个。哎，这个还没讲。Mafalios Gurmiat。已经台风了。哎，天气已经刮台风了。哎，天气已经刮台风。对，已经怎么样了？有没有？已经台风。对。哎。Mafalios Gurmiat。将要台风了。天气将要台风了。对，将会台风了，或是将要都可以。好，那个好，谢谢秀兰姐哈。我们待会可能都是这样子了，一直到后面了。那这样就比较快，对不对？就不用想太多，反正刚刚那个苏贤有提醒我，就是说，因为我们其实要练那个时态，所以我们就要选定词根，然后把时间都不要了，因为因为那是附加的啦，时间就不要了，就那个方式就是照刚刚秀兰姐的这个方式然后中文翻译这样子。好，那我好像都练习完，对不对？然后那个我看刚刚还有谁没讲？等一下，刚刚是那个 Alex 好了，因为你刚刚只有练3句，对不对？给3句，我们现在请 Alex 你看看找一个词根就好了，那把7个状态时态都练一下。我用 la log 好了。la log 还可以。我想一下。马拉 log 及5密
五密很勤劳，然后那马拉洛及五密曾经很勤劳，乌马马拉洛及五密将会勤劳，然后马拉罗盖及五密就是五密一直很勤劳，马拉罗盖后及五密就是五密还很勤劳，再来马拉罗盖多及五密已经很勤劳了，乌妈妈拉罗多及五密将会勤劳。OK， 谢谢 Alex。那我们现在这样，我们大概人都练完了哈。那像刚刚像有几句哈，比如说像刚刚 Alex 的这个例句啊，拉路确实是形容词没问题啊。不过像在某一种时态的时候，它会很怪，比如说像马拉鲁盖后这边就可能很奇怪哈。主语可能没有比中文奇怪，中文的话就很怪，还在勤劳哦。那这个没有关系哈，就是没有关系，因为有时候因为我们是要练习7个时态，那每一种状况就是每一种形容词不见得在每一个时态里面都很合适啦。所谓的很合适是说不一定都是不会怪啦，像一直都很勤劳这个也很怪，然后还在勤劳，一直都很勤劳其实不会了，曾经很勤劳这个也没问题，那将会很勤劳这个好像也没问题，还在勤劳这个可能就怪怪的啦齁。那已经勤劳了更怪齁，就是这个过去完成是这个。那也就是说齁，虽然我们练习是这样练习，可是如果你会说主语的话，可能刚刚我示范的这个现在完成式跟过去完成式，你可能就不会去用这个拉拢，因为用想的就很奇怪嘛，所以你可能就不会这样讲。但是它完全没有，它没有错哦，这个文法上是没错的，只是我们可能不会这样说啦，可能不会这样说，这个我大概就是这样去解释。好，那57分钟，我们再往下看看哦。好，现在用否定词哈，那个好，否定词就一样了，就是加一个否定了哈，就是没有或不会哦，跟我们之前的那个其他的像这个没有写的，就是我们之前的都一样翻译方法哦，还记得吗？这个是我们过去就是之前使用妈型名词词根的时候，就是用这个翻译咪型的也是这个翻译了，比如说minanum然后 minanum do 这跟之前的一样这个用minanum 不是这个是后面的，我们先用那个否定词那因为时间快到了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待会我们再练习一次看看能不能顺一点，然后可以快一点不然的话，你看我们1个小时已经过了，才练习一个有点慢。那我给各位看一下这个，我待会就休息的时候，我们就先预备一下。那各位你就是用我们刚刚的方式，第一个就是这个时态，然后后面再加一个主词，这样就好了。就是加一个
我们一样是用这个刚刚的否定词就好了。对对对对，就这样就好了。然后构词，然后再加主格，这样就好了。好，然后中文翻译想一下哈。那如果说你要换那个词根也可以，好，要换词根也可以。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哈，我们8点10分回来哈。小姐，有没有白纸？
好，现在时间是8点10分，那我们就继续来上课啊。我们现在好，大家应该都回来哈。那我再说明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练习的重点就是这个7大时态啊，主要是时态，所以我们就待会再练习这样，就是刚刚的一样哈，就是把这个构词之后的这个动词，就是时态加上去之后，再加上主词，然后翻译成中文，这样就好了哈。那翻译的方式，我们现在用否定词这个各位还知道吗？中文的翻译我大概我用之前的那个那个词根好了，像比如说如来如来是劳累嘛，疲劳，再一个如来就是不会劳累啊，不会劳累啊，这样少了一个那个主词主词我就先不讲，就是翻译的方法在一个如来，在一个如来不会劳累，不劳累，不疲劳，不累都可以那在一个如来就是不曾疲劳，不曾劳累的意思好，那在一个妈妈如来将不会疲劳，在一个妈妈如来好，在一个如来没有一直疲劳。或者是一直没有疲劳，好像也可以没有一直疲劳，一直不会累，一直没有累。老师可以用不曾吗？不曾是过去简单，过去简单。因为它的肯定句是曾经嘛，对不对？曾经有没有？那个是肯定句实用的曾经，然后进行式的话是一直，有没有？所以否定句的话就是一直没有，或者说没有一直，这样比较顺。没有一直没有劳累，没有一直劳累。我也搞不清楚中文怎样比较顺好，那没有关系，我们时态只要翻对就好了那在阿耶后加入来，在阿耶后加入来就是我们先看那个它的肯定句是什么？还在嘛？如果说马如来耶后是还在劳累嘛？那否定句呢？没有，就是没有还在疲劳。这个是怪怪的应该称什么？不在疲劳。还不累，我用累呢，还没有疲劳。马如来耶后还在劳累，在耶后加如来没有还在疲劳，这样顺吗？没有还在疲劳，还不累了，用不好了，不要没有，还不累在耶后加如来我还不累，这样的对了，不要用没有了。所以这个没有或者说不，你就自己去想一下，看怎么使用会顺一点那在耶杜加如来已经疲劳了，就是已经没有累了，这样子那在耶嘎乌妈妈如来杜在耶嘎乌妈妈如来，在耶嘎乌妈妈如来杜，就是将不会疲劳了，将什么什么将会什么什么了，对不对？还记得吗？将会什么什么了？在乌妈妈如来度将会疲劳了，在爱的话就是将不会疲劳了，这样子
大概是这样子。好，简单的示范。那我们就用点名的吗？好，我们这样子哈，我就不点名了哈，我们就按照顺序了，就是看谁要先说这样子。好，老师我先说。好，在嘎拉上不会酒醉，那在嘎拉上不曾酒醉，在嘎我妈妈拉上将不会酒醉，在爱嘎拉上没有一直酒醉，在爱后嘎拉上还不醉，在爱都嘎拉上，对哈，已经不醉了。在爱高妈妈拉上，在爱高妈妈拉上度，将不会酒醉。以上将不会酒醉了。哦，这一个这样子哈。那个秀兰姐已经做了一个示范哈，不过因为我刚刚可能做了一个错误的示范了，我想说要快一点，我们还是把主词加上去哈。主词加上去，然后中文翻译也要翻主词哦，你我他或是人名都可以，或者就是人称代名词，或是说普通名词都可以。哦，森龙哥，那个讲义是不是最后一个都要放到前面？在都个好，他是打错了，打错了哈。哎，不见了。好，那看一下。好，在度假我妈妈的，好 ，OK， 换谁？谁可以自告奋勇？第二位，找一下词根哦，词根你可以用刚刚的，因为我们只是变成否定而已哦。还是我用点的。好，我们请那个好了，看看 Alex 可以吗 ？Alex 有在吗？打了没拿过？好。过来烧，你的词根用哪个？我一样用那个马德炸死，就是拿肉。在干拿肉吉乌米不勤劳，那个杜萨，那在干拿肉吉乌米不曾勤劳，那个多罗在搞妈妈拿肉吉乌米将不会勤劳，那个 spot，在干拿肉吉乌米没有一直勤劳，那个里马，在爱好干拿肉吉乌米还不勤劳。那个人在爱多加拉洛吉乌米已经不勤劳了。再过来，在多加乌妈妈拉洛吉乌米将不会勤劳了。这样。好，谢谢 Alex。像那个刚刚进行式好像没有念得很清楚，那个好像念到在爱哈，在爱个。
在嘎拉路这样子哦。在嘎拉路。哎，你再念一次。好，在嘎拉路几五米。哎，在哎呀这样子。哦，在嘎拉路几五米。在哎那个，它3个音节嘛哈。所以第2个音节是那个爱，在哎呀这样。在哎呀。哎，对。嘎拉路几五米。对。好，来谢谢。好，谢谢 Alex。所以其实也不会很难，只是说那个中文翻译可能稍微记一下这样子哦。好，现在换谁？换努固了。嗨，上面的吗？上面就好了哦。7个太长了。啊？没有7个没关系。7个太长了啦。我先念上面3个。好，你先念3个，你先念3个。好。Saya ka lihasay ko falojud nama ko i matini。不用，我们现在不用问念整句，整句就太多了。太多了。对，你只要念那个时态，动词时态，然后再加上主词，这样就好了。好。Saya ka lihasay ko falojud ako， 这样可以吗？可以啊。Saya ka lihasay ko falojud ako， 我现在心情不愉快。好，不要，那个你还是有时间嘛，我们就这样子哈，我们简单一点，你就不要加那个在嘎里哈塞嘎库，这样就好了。好。对。在嘎里哈塞嘎库，我不愉快。对。那在嘎里哈塞嘎库以后面不用，然后中文后面不用。那在嘎里，不好意思。那在嘎里哈塞嘎库，我不曾愉快。对。在嘎我妈妈里哈塞嘎库，我将不会愉快。对啊，继续。对吗？好。对啊，其实你念的还蛮快的，那我就继续啊。第四个。我的头脑会转不过来。在嘎里哈塞嘎库，我没有一直愉快。对。在嘎里哈塞嘎库，我还没有，是不是？对，我还没有愉快，我还没有愉快，这样吗？我还不愉快。我还不愉快。对。哦，所以不能用没有，是不是？在也可以啊，我还没有愉快啊。我还没有愉快。也可以啊。在嘎里哈塞嘎库，我将不会愉快，是不是？我已经不会愉快。在嘎里哈塞嘎库，我已经不愉快。在嘎我妈妈里哈塞嘎库，我就不会再愉快了。我就不会愉快了，真的好，我就不会愉快了。愉快了哦，好难，太长了。其实像如果是动作的话哦，妈型的这个加上名词或动词的词根，然后它表示动作的话哦，它其他的像那个其他的都一样，只有那个这个不成。如果是动作的话，就了而已嘛。我比如说我吃饭了，有没有动作的动词的？那如果是形容词的话，就是不曾；肯定句的话就曾经这样，就只有这个差别了，所以才写上去而已。那其他的没有写，是因为跟那个都一样，跟咪型的，跟还有那个
那个什么动词时态是动词词根或者名词词根的那个翻译是一样的。了解。对。好，谢谢老师。我们就继续往下哈。我觉得可能不熟练，但是我们都稍微 run 一遍就好了。好 ，run 一遍。好，那现在换 missing 的哈。我们 missing 的已经很久，应该是很久之前，我是第一堂课嘛哈。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missing 的人赶快想哦。我先 missing 的用什么呢？你看。你找一个 missing 的话，它的词根后面可以加名词跟动词2个，那再加2个，它都会显示表示的就是动作。我再说一次我们现在选 missing 的词根，那 missing 的词根的可以放的这个词性有2种，名词的可以，动词的也可以，反正它出现的这个意义就是一个动作这样子。那比如说像我就用之前的我之前就用那个用什么？那个水啦 ，minanum gaku， 我喝水所以那个它的那个中文其实是都没有就是词性的话就不用，在现在简单式的话其实是没有翻到那就是现代简单式的一个时态minanum gaku 就是我喝水 ，minanum tu gaku 后面还是要加这个主词minanum tu gaku 我喝水了，或者是我喝过水，这样都可以我喝水了，我喝过水。那这个用哪一个呢？就这个是我们之前的那个翻译方式嘛？我怎么了，或者是我怎么过我过什么2个翻译就看看你在中文的翻译的时候，看看用了还是过会比较好那nanum的话就是我喝水了 ，minanum tugaku 我喝水了，或者是我喝过水都可以umaminanum gaku 我将要喝水我将会喝水也可以 minanumai gaku 我正在喝水，我在喝水，对，都可以我正在喝水，现在进行式嘛。minanumai gaku 我还在喝水，还在minanumai tu gaku 我已经喝水了已经怎么了，还在怎么minanumai 或者还在喝水。minanumai tu gaku 我已经喝水了 umaminanum tu gaku umaminanum tu gaku 我就会喝水了我就会喝水了，就会或者是我就要喝水了。那为什么这边为什么未来完成式这边的那个就是这个 umaminanum tu 为什么要讲就会或者是就要，而不是讲将要主要是为了要区别这个未来简单式啦。那我刚刚有跟那个我忘记不知道跟谁讲了，就是说在未来简单式的那个时间，它是一个点，到点才能做就是就是未来简单，所以就是将要那这个未来完成式是要呢，就是在什么什么之前所以我们就要或是就会这样子用这样去区分好，那我讲了大概2分钟所以应该准备好了那老师，我试试看。好 ，OK。米达邓嘎过采菜，我采菜。对。米达邓多，
我采菜了。主持一次吧，主持一次，你的主持。米达邓杜嘎古，我采菜了。哎，乌妈米达邓嘎古，我将要采菜。对。米达邓爱好嘎古。没有好，米达邓爱嘎古。米达邓爱嘎古。哦，我将要采菜吗？我正在采菜。对，我正在采。哎。米达登爱好嘎古，还在采菜。我还在采菜。我还在采菜，嗨。哦，没有了哈。还有啊。米达登爱多嘎古已经采菜了。我妈米达登多，我已经采菜了。哎，我妈米达登多嘎古，我就要采菜了。对，好，谢谢秀兰姐，谢谢哈。对。好，下一位。阿哥都。来啦。哎。你否定。哎。捕鱼。你否定都捕鱼了。我忘记讲那个。你加主持，对，主持。你否定都只马要去捕鱼了。我妈咪否定都只马要将要去捕鱼了。好，等一下哈。我们那个去哈。我们现在这样子哈，就是因为那个去，这个中文的去在主语里面，因为它有那个字，所以我们就不要。好。对对对，就是那个去，中文的去就不要。好。我妈咪否定只马要将要捕鱼。对。米否定爱米否定爱只马要正在捕鱼。对。米否定爱后只马要还在捕鱼。对。米否定爱都只马要已经捕鱼。我妈咪否定都只马要就要捕鱼。对。那像刚刚那个哈，其实像过去完成式这边呢，米否定爱都只马要，这边可能加个那个了会比较好。哦。对，未来那个也要，未来完成式也要加了，就会了。马要就要捕鱼了。对，这是未来完成。就是加一个都就要加一个了，对不对？对。OK， 谢谢老师。不会，谢谢努库了哈。好，现在换那个啦，换 Alex。米古亚吉马浪挖地瓜，米古亚多吉马浪挖过地瓜了。马米古亚吉马浪将要挖地瓜。米古亚爱吉马浪正在挖地瓜。米古亚爱后吉马浪还在挖地瓜。米古亚爱多吉马浪已经挖地瓜了。马米古亚多吉马浪就会挖地瓜了。好，像那个你的那个什么，那个后面那个时态那个爱啊，那个念的话就是米古亚爱这样。米古亚爱。对，米古亚，你就想说那个爱，米古亚爱，就是我们那个爱的那个发音啊，米古亚爱这样。米古亚爱。对，让声音平一点，不要像讲中文这样就好了。米古亚爱，米古亚爱好这样。米古亚爱好，对。米古亚爱好。米古亚爱度这样。米古亚爱度。对，好，这个是很简单哈，谢谢 Alex。所以我们这个咪型的练习完了哈，那我们就往下哦。那个时间也好快哦，那已经好，我们继续往下。好，否定的哈，否定的一样用刚刚的就好了，最简单。
我们主要就是去 run 它哈。好，那还是要不要按照顺序，请秀兰姐否定的。秀兰姐在吗？嗨。好，在比达凳不采菜。主持。在比达凳嘎固，我不在采菜，可以哈？我不是不在哦，应该用那个。我不在采菜啊。我不采菜这样就好了，我没有采菜也可以。我不采菜。对。在都比达凳嘎固，我不采菜了。对。在搞妈咪的凳嘎固，我将要不采菜。我将不会也可以。我将不会采菜了。好，在阿耶比达凳嘎固，我不再采菜了。我不再采菜。我将要。我没有在采菜。我没有在采菜。对。好，在阿耶后比达凳嘎固，我不再采菜。在阿耶等一下，你讲的是这个嘛？哈。对。在阿耶后比达凳嘎固，我还不采菜了。或者是我还没有采菜。我还没有采菜。对。我还没有采菜。好，在阿耶都比达凳嘎固，我已经不采菜了。对。好，在爱都高妈咪的凳嘎固，我将要不采菜。不采菜了。对。我就要不采菜，我就不采菜了。可以哈。我就不采菜了。就要不采菜了。还是就要。我就不会采菜了。对嘛？就不会采菜了。就不会采菜了。对，我就不会采菜了。对，好，谢谢秀兰姐。那我们就继续哦，我们就接着请那个努库了好了。对。我有这个哦。在比不定。主持。妈妈。好。爸爸不在捕鱼。没有。如果不在的话，应该说爸爸不捕鱼了。没有捕鱼这样一个。对，不捕鱼这样就好了。爸爸不捕鱼。或者是可以，这个不能加了嘛？他没有读嘛？有在比不定几妈妈。有读。在读是第二个啊，我说第一个。第一个。对。定几妈妈就是爸爸不捕鱼。对。在读比不定几妈妈，爸爸不捕鱼了。对。在个妈咪不定几妈妈，爸爸将不会捕鱼。在好像在绕口令。在比不定几妈妈，爸爸没有捕鱼。没有在捕鱼。在比不定几妈妈，要先采菜。爸爸在比不定几妈妈，爸爸还没有捕鱼。在比不定几妈妈，爸爸已经不捕鱼了。对。在妈咪不定几妈妈，爸爸将不会捕鱼了。或者是就不会。爸爸就不会捕鱼了。对。你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吗？这个爸爸就不会捕鱼，他正在捕鱼嘛。然后可能那个什么那个海岸的巡防在骂他没有申请，然后就是说他等一下就不会捕鱼了啦。
不捕鱼了，因为生气了。对，就这个意思哈。就离开了。对。好 ，OK， 念完了吗？好，念完了。是没，我是说 Alex 念过了吗？还没嘛哈。然后否定的。对，对。在比古阿吉马浪波啊地瓜，在读比古阿吉马浪波啊地瓜了，在搞妈咪古阿吉马浪江波啊地瓜，在比古阿吉马浪现在波啊地瓜，在后比古阿吉马浪还波啊地瓜。在多比古阿吉马浪已经波啊地瓜了。在多搞妈咪古阿吉马浪就波啊地瓜了。好，谢谢 Alex。好，谢谢。这个就是否定的哦。这好像也越来越快了，也越来越顺了。那我们就继续往下哈。好，我们现在可能要看一下被动的哈，被动句的时态啊。我们以前好，那我们看一下哈，就是我先看后面。好，我们现在是我直接看这个哈。我们现在待会的练习，我们可能就用念的就好了，用念的，然后不要用写的。那也就是我们的那个词根7个哈，都一样的。然后呢，我看一下，我们一样了，就主词就好了哈，主词就好了。然后就是时态，动词时态加上主词，然后中文翻译这样，就像刚刚的一样，这样会比较快一点。然后我们现在是咪型的动词，被动的哈，被动的哦。所以你看哦，咪型的名词词根、动词词根其实也都可以，哦，都可以哦。那咪变妈的话，就会变被动。比如说我想 minanum， 对不对？如果我们讲 mananum 就是被喝嘛 ，misde 变被动就 mustde， 有没有？好，我先说一下，不是妈型哦，是咪型的被动哦。咪型的被动的话，它的这个前缀是妈哦，记得哈，可以理解吗？好，我示范一次好了，比如说 mustde 好了，不是，我用这个就好了，被拿好了。阿拉是咪型的动词哦，咪型的动词词根拿嘛哦。那马阿拉它就是变成一个，就是马阿拉就是被动被拿，好，马阿拉古祖阿古，我的鞋子被拿，等一下，我看一下，好，我用那个鼠歌好了，那个我们待会我看一下哈。我们用属格哈，什么属格？你看哦，就是马拉努马拉尼玛这样子哈。那我们用这个哈，好，我再示范一次哈。比如说马拉尼阿公被阿公拿，马拉杜尼阿公被阿公拿了，我妈妈阿拉尼阿公将会被阿公拿，马阿拉爱你阿公正在被阿公拿，哦，这样子。然后后面马阿拉爱后你阿公还在被阿公拿，然后过去完成马阿拉爱杜你阿公已经被阿公拿了。好，这边呢，我妈妈阿拉杜你阿公就要被阿公拿了，待会就这样子哦。那要写吗？不用写了，我们用念的好了哦。我看一下
后面还没有很多。还蛮多的。那我们用念的，好 ，OK 吗？我们还是按照顺序咪型的，然后被动式，所以咪变妈，好，还是我们按照顺序？那个秀兰姐先吗？好，马阿西，你哥哥好，被哥哥扫了。妈咪阿西，马阿西多，马阿西多，你哥哥被哥哥扫了，被哥哥扫地了，可以讲扫地嘛？哈，扫就好了。啊，被哥哥扫了。哎，我妈妈阿西多，妈妈阿西，你哥哥将要被哥哥扫。妈阿西盖后，你哥哥这边呢？这个正进行式。马阿西盖，你哥哥哥哥正在扫。正在被正在被扫。哥哥扫。正在被哥哥扫。马西盖你哥哥，正在被哥哥扫地哈。好来，马阿西盖后，你哥哥还在被哥哥扫。对。马阿西盖多，你哥哥已经被哥哥扫了。我妈妈阿西多，你哥哥就要被哥哥扫地了。扫了，这样子就要被哥哥扫了。好。当然了，因为这个米阿西，我们通常也都是指扫地嘛。可是万一有指别的呢？像阿西跟韩国的指故意，万一是这样子呢？所以我们还是用扫就好了不一定是扫地了。好，那第二位就请努库了好。Masuk你呢？被妈妈刷。Masuk你呢？被妈妈刷了。妈妈说你呢？将会被妈妈刷。妈说在你呢？正在被妈妈刷。妈说在你呢？还在被妈妈刷。妈说在你呢？已经被妈妈刷了。妈妈说你呢？就要被妈妈刷了。好，谢谢努库了。那我们最后请 Alex。我用那个李穗，马里穗 no 米迪里赛被学生拜访，马里穗都 no 米迪里赛被学生拜访的。好，那个 Alex 这样子叫李穗，这样。李穗，对，李穗这样。李穗，对，好。我妈妈李穗 no 米迪里赛将被学生拜访，马里穗爱 no 米迪里赛正在被学生拜访。马里爱和努米迪里赛还在被学生拜访。马里斯爱多努米迪里赛已经被学生拜访了。乌巴马里塞多努米迪里赛就要被学生拜访了。好，谢谢 Alex。OK， 那这样的话，这个就练习就完了。好，那我们现在我们算是复习完了。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因为以前没有讲过那我们待会就来看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祈使句看一下这边，祈使句跟强调句，我待会会解说这个祈使句跟强调句，我们待会只要练习3个就现在简单完成，还有未来完成只有3个。那
为什么就3个？因为在使用上也就只能使用这3个哦，这3个时态哦，祈使句跟强调句哦。像 Alex 应该知道，因为第一期你有参加嘛？那秀兰姐我不知道有没有上到第一期，我忘了，好像有，还记得吗？那个祈使句，那像 Nukul 可能就比较不熟练，没有关系，它也不会很难。好，我们先来看哈，我怕这个Nukul会搞混哦。什么叫祈使句哈？我就用这个来做示范。所以我们待会一个人念6句哈，就是祈使句、强调句，然后换成那个完成式，然后这样祈使句、强调句。那什么叫祈使句哦？就很简单，把这个 nanum 它是 mi 型的，那 mi 型的这个 mi 型动词哈，它的这个变成祈使句的时候，把 mi 变 b 哦 ，mi b ma ga 这个还记得哦，所以只要是 mi 型的变成祈使句的时候或强调句，都把这个 mi 变 b 就好了。所以我们刚说 minanum 就是喝水嘛 ，minanum。如果我要去命令一个人呢，用命令的口吻，就是我跟你讲说 binanum 那个就是祈使句哦 ，binanum 就是要喝水的意思哦，一定要喝水。那这个命令的口吻就是一定要，这个应该还记得哦。如果忘记了，再翻译第一期的那个讲义哦。祈使句就是一定要喝水 ，binanum 哦。那强调句呢？比如说我跟你讲说 binanum gaku， 这个是我要喝水，我跟你讲哦 binanum gaku 是我要强调说我要喝水。那在这一句里面，比如说我在跟你说强调句的话，我就不会讲到语速，好，所以我可以用 binanum ji ina， 妈妈要喝水。那我跟你讲，就是我跟你强调妈妈要喝水。那 binanum gula damsau， 那个人要喝水哦，所以都不能讲到跟你讲话的那个对方哦，就是没有第二人称就对了，没有你这样的。好，那这个强调句的话，它的这个重点就是我只是跟你强调这件事而已，我没有命令你。命令的话是上面这个祈使句 binanum 哦，所以它没有一个，它后面不用加这个人称代名词哦。所以如果你看哦，在强调句里面，如果我加了你 binanum gisu 这个其实就回到这个祈使句了哦。所以这个 binanum 它其实只是把这个人称代名那个你把它省略而已哦。好，那我们来看这个现在完成式哈，这个刚刚是现在简单式，完成式怎么说呢？现在完成式哈，这完成式有2个哈，一个是现在完成，一个是未来完成哦。那我们现在我就跳回来哈 ，binanum 要喝水哦，然后这个是强调句，如果是祈使句呢 binanum gaku 我看一下，好，那我们待会哈，我们念的时候就是要有主格哦，完整的哈。好，那我现在来讲这个哦 binanum ho 一定要先喝水哈，先记哦，现在完成式 binanum ho 一定要先喝水哦。那强调句呢 binanum ho gaku 哦，强调句的有一个主词哈，有一个主词放在后面，然后呢没有你，叫我跟他，还有普通名词或者是人名都可以哦。好，所以它的差别在哪里？它有一个 who， 那 who， 那未来完成式呢 binanum do 一定要喝水了，哦，一定要喝水了。强调句呢 binanum do gaku 我要喝水了，是这样子。
那为了怕大家因为这个以前没有练过了，那我还是把这个范例留在上面。然后现在各位你赶快找这个咪型的名词词根或者动词词根你用刚刚的也可以，主要是练那个祈使句的这个时态3个时态。我在3个时态哪3个呢？现在简单式，然后现在完成，还有未来完成，这样3个。祈使句的祈使句跟强调句只有3种，没有现在、过去跟未来的那个，对，只有这3个只要记着这3个。那我就留在这边。那找一下咪型的词根名词的、动词的都可以。好，我先。比达凳。来，比达凳。一定要采菜。来。比达凳。比达凳嘎固。我要采菜。对。现在完成式。比达凳后一定要去采菜。比达凳。我们用那个先这样子。一定要先采菜。对。好。比达凳后嘎固。我一定要先采菜。对。未来完成。比达凳度。一定要采菜了。比达凳度嘎固。我一定要采菜了。强调句强调，对啊。比达凳度嘎固。我要采菜了。这样就好了。所以好，谢谢那个秀兰姐我们的强调句就是要就好了。然后祈使句就是一定要，因为我是命令嘛，命令的话就一定要这样。但是呢，不指明，后面就不要指明你我他这样子。因为我就是，因为我所谓的命令句就是我跟你讲，那只有你而已，没有别人，所以就不用指明那个你我他了，直接讲比拿弄比拿邓，那讲的就是你啊，这样子。所以那个是一定要这样子。好，那这个也许我们会觉得很怪，为什么一定要这样翻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这样翻是最理想的我只能说到目前为止，这样翻是最理想的。那七老也认同，就是所询问的这个七老也认同这样翻是目前最理想的。如果以后也许我们也哪一个人中文造诣比较好的时候，看看也许我们再换也可以。好，那第2个我们请路过了。来，不能用给数给数的话就没有。其实那个只要加比那弄给数那个是祈使句。对，但是我们为了要分别所以这个祈使句我们就把那个给数就省略掉。可以直接名字。因为只有你而已啊，我那个命令句是跟你讲话的那个人而已，没有任何人。对，没有任何人，那就是嘎过吗？不是，我讲的是祈使句。祈使句啊。对，就是我。强调句就没有你，只有我、他，还有人名、普通名词，对，还有动物也可以。对。好，请。因为一定要洗澡。因为阿瑞要洗澡。好，暂停一下项目过了。你现在跟我讲的这句话你看你现在就是跟我讲这句话，因为阿瑞，你就是跟我强调说阿瑞要洗澡。洗澡。对，你跟我讲这样子。对。了解。因为后阿瑞。这个就强调句才要对，祈使句就是你祈使句是对我讲对，了解。命令我因为后一定要先洗澡。对。因为后阿瑞阿瑞要先洗澡。
因为都一定要洗澡了。因为都阿力要洗澡了。好像我在讲那个差别哈。其实那个祈使句也好，强调句也好，其实你讲的那个对象都是我嘛，你都在跟我讲。可是祈使句是我要做哦，你叫我做这件事，比拿弄是我要喝。可是强调句比拿，如果你对我讲说比拿弄嘎咕，你只是跟我讲说你要喝水而已，你跟我强调就这样而已。对，祈使强调这样。用嘎咕还真奇怪啊！我就要喝水，我还要强调说我要喝水了。因为我可能不要让你喝水啊，我水放在这边，然后你跟我讲平常弄个不，就是我们可能会不习惯啦，但是其实耆老他们都认同这样的说法。是哦。对。对。了解。OK。好，谢谢老师。现换 Alex。比吉人一定要砍树。比吉人古嘎巴，青年要砍树。比吉人猴一定要先砍树。比吉人猴古嘎巴，青年要先砍树。比吉人多一定要砍树了。比吉人古嘎巴，青年要砍树了。好，谢谢。像那个祈使句啊，像那个祈使句的那个腔调是这样，比吉人啊，这个是没问题。比吉人，如果是现在完成式的祈使句，比吉人后，就是这个吉人那边稍微强调了，比吉人后，那就是要对，比吉人后就有那个命令的口吻。比吉人后会比较好，比吉人后这样。比吉人多这样。比吉人多。对，像最近如果要丰年祭了嘛，7月8月，如果你有去部落哦，可能都会有这种口吻哦，因为那个卡萨斯拉那些嘎嘎或者是说马达塞他们会讲话嘛，可能都会有这种祈使句，就是阿鲁马多这样，比萨格罗多这样，可能都会有这样的语气哈，可以去参考一下。好。对。那我们就老师，我问你哦，我问你，是像那个比南弄吗？哎，比南弄，他用中文可以说去喝水，他这个一定要改成去喝水，这样不行了。比南去喝水也是可以啦，但是我们因为现在为了要强调这个是命令的口吻，就是比南弄，就是你不能反驳我，就是我呀，sumaru ka kutu mahana ta cia ka mihai，binano mahano ko bisu，那个我的观念就是你不能反对我，你要我命令你嘛，binano，就是一定要喝，对，所以我们才用一定要啦。所以比那个去喝水还要再严格一点，对，但是你说翻成去喝水可不可以？其实也是可以，可是我过来一阵那个权威好像没有权威的感觉，了解，所以才用一定这样子。OK， 主要是让你那个理解那个感觉这样子。好 ，OK， 那我们就剩下我看一下哈，哇，超过时间了，不好意思，我们就那我跟你讲，因为我们只剩下这个祈使句跟强调句的这个否定词哦，那因为你们已经有那个讲义了嘛，所以讲义的话，大概就是你就看一下哈，都一样，只是说前面加一个否定词阿嘎比纳弄有没有？然后那个完成式跟未来现在完成跟未来完成的话，把那个后放到前面去哈。我们本来是比那弄后，比那弄多有没有？否定句的话，就跟前面那个杂爱一样，把那个度跟呼移到前面而已哈。那其他都一样，就这样子。那我们今天算
我们就算是复习完了哈。然后这个还没有念完呢。你们要念吗？我怕浪费你们时间，现在已经6分了哈。还是不要，就是我们还是准时一点哈。那大概就跟各位说一下。来，哦，好，这个也许就是下一周再练习的啦。哦，好 ，OK， 好，那我们今天大概就这样哦，就是蛮匆忙的，然后把这个都练习完，然后我们就下一堂再见吧。谢谢各位今天晚上的